很久没看到。嗨，阿弟哥，你刚刚说什么啊？我以前就教过你们啦，很久没看到就是好久不见。真的是很久没看到。对呀，好不容易放晴了，却又要考试了。叽里呱啦，没关系啦，至少现在不会下雨了。也是啦，不然每天下雨真的很不舒服哎。对。不过还是好想出去玩呢。你们怎么都在这边啊？哦，因为我们刚好在讨论多久没出去聊那蓝洋经理，爱去哪聊？爱去哪聊？我是在问你，你要去哪里玩啊？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啊看到一间卖很多糖果的糖果店哦。啊，真的吗？带我去！我也想去，好想吃甜甜的棒棒糖哦。可是比起去糖果店，我更想要去动物园。阿弟姑啊，你干嘛越讲越小声啊？你说你想干嘛？我说，我想爱去动物园。想爱去动物园，意思就是我想要去动物园啦。好我也想去动物园啊！动物园里面有好多种的动物没错，有人喜欢那个脖子很长很长的长颈鹿，还有我们路上会看到那个斑马线啊，所以去动物园也会看到斑马。被你这样说，我也好想去啊！是不是？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可以先去买糖果，然后再去动物园。走的，那我们要出发喽！想看到大象，凶很久没看到，意思就是好久不见。爱去哪聊，意思就是你要去哪里玩。我想爱去动物园，意思就是我想要去动物园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出去了，
最